好，来继续来看屏东县环保局检验内埔乡美和村的简易自来水系统，结果大肠管管超标，无符合到饮用水的标准。除了甲自来水管理委员会裁罚6万块之外，嘛要为11月初7开始来停水。受到影响的2000个村民接到消息是真惋惜。县政府水利处是讲，袂使影响到村民用水的权益，已经要求乡公所协调解决。水道水组合管这个过滤，确保啉的水清气。餐饮业者要求水的品质，不过屏东内埔乡美和村进前所叫环保局检验水道水的大肠杆菌超标，无符合饮用水标准。当地水道水设施叫人打广告，违反饮用水管理法，除了罚管委会6万，11月初7暂停水道水供应。不过民众拢唔知影这件代志。前天晚上他是收费的时候，顺便通知我们11月7号要开始无限期停水，可能上个月就要开始通，他没有通知，他就是口头通知，300-400万吗？整理这个厂，然后用了，我们以为他已经在滤水，我们安心的使用，但事实上他说那是不能使用的。停水预计影响2000多位村民用水，那民众受了影响，这些业者嘛偷看莫哩少。就一个头2个大，我们礼拜6才知道。这个问题呀、没有水，我们就用现在目前就是用地下水啊。因为当地的水道水主干讲线较远，也未接讲，暂时用简易水道水系统啉。乡长讲，这是前乡长110年发包的工程，民众啉到无清洁水，可能有一段时间啊。简易自来水的委员会发文到县政府，县政府转通知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，也邀集了简易自来水相关的负责单位，我们共同来商讨。那未来屏东县政府也会加快自来水接管作业，彻底解决该区的用水问题。水利处提醒，大肠杆菌会当用高温杀死，若是组合菌要啉就无问题。嘛要求管委会和乡公所赶紧解决，避免影响到村民用水的款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